大家好，我係阿比，今日就講1月遊戲短評同感想。咁1月就玩咗9隻 game 啦，大部分都係啲家庭向嘅遊戲嚟嘅。第一隻要介紹嘅係國王已逝 The King is Dead Second Edition， 一隻 Area Control 手牌管理類嘅遊戲。背景咧嚟自英國嘅，咁就講皇帝死咗之後所引嚟嘅混亂，土地分咗3家所控制，我哋要決定扶持同依附住邊一家，又或者引進外國嘅勢力法國嚟統治呢個領土。我對英國嘅歷史完全唔熟悉啦，咁都唔知有冇發生過嘅。講下玩法先啦，好精簡，遊戲最多玩8輪。基本模式之下，每人都有一樣嘅8張手牌，場內有8張地圖卡代表該輪結算嘅地方。每人每輪可以出一張牌或者叫 pass， 啲牌技能呢用圖嘅方式都表示得好清晰㗎啦。例如係加2粒紅色 cube 喺區域，或者1換1咁樣。打完張牌完成佢嘅行動，再喺任意區域揀粒 cube 放落自己鋪度呢，就到下家。而 pass 呢就係唔打牌等下家出，到翻自己嗰陣呢，又可以再打張牌，直到全部玩家喺同一輪叫晒 pass 呢先會結算。睇地圖卡嗰個區域呢，邊隻色最大勢力就用佢隻色嘅圓餅取代。如果平手呢，就放代表法國嘅黑色圓餅。有2個條件觸發 end game， 第一就係8張地圖卡都用晒。第二就係3粒代表法國侵佔嘅圓餅都喺領土上面。如果係俾法國侵佔而完 game 呢，就睇邊個玩家有最多 set 嘅紅藍黃贏。如果打和呢，就睇邊個係最後出行動牌嘅人。而8張地圖用晒個完 game 計算呢，就麻煩少少。首先就睇版圖上邊個勢力最多代表最大。如果勢力數一樣多呢，就睇邊個勢力贏咗最近嗰張地圖卡為最大。然後呢，先睇玩家嘅 cube 數，最多該勢力顏色嘅玩家贏。如果打和就睇埋第2大勢力隻色邊個 cube 多啲。如果都仲打和呢，就睇邊個首先出晒自己啲行動卡。總之點都只會得1位玩家贏嘅啫。我玩3人局冇玩過佢第一版啦。咁呢隻遊戲無論玩法同畫風呢，都可謂非常精簡。精簡得嚟呢，又好有互動嘅，因為玩家投靠邊一方勢力呢，都好睇其他玩家所擁有嘅 cube。例如見到玩家 A 有4粒黃色 cube， 自己得1粒，咁自然就唔想幫黃色贏到個控制權，所以某程度咧可以理解做趨炎附勢得嚟，又唔可以做得太過突出，因為佢個局勢咧會隨住卡牌咁不斷轉變，冇辦法好肯定咧邊一個勢力可以贏硬，有種似賭馬仔嘅 Area Control 遊戲啦。咁我中意玩基本版多過玩變體嘅，咁變體咧即係每人有3張唔同嘅功能卡去取代本身嘅某3張牌。因為基本版咧，大家都固定嗰8張噶啦，咁自己可以記住對手出咗啲咩牌，大約猜度佢心意嘅走向。但係如果多咗3張變體咧，就存在咗未知啦，反而個策略性我覺得低咗嘅。不過雖然我覺得佢玩法係幾有意思、幾有趣嘅，咁但係玩多幾次咧，覺得個攻略法都係差唔多，唔算係隻耐玩嘅遊戲。不外乎唔好太出眾，盡可能延後咁出牌，因為出得越少咧，後面左右戰局個機會就越大。頭幾輪個局勢咧，只要唔好走向一邊，我覺得都唔係話好重要嘅啫。總結嚟講咧，佢雖然避免唔到 Area Control 常有嘅造和問題，但係遊戲時長1個鐘內啦，咁被迫害都唔會話好難受，都係個唔錯嘅體驗嚟嘅。咁大家有機會咧都可以體驗下嘅。第二隻要介紹嘅係 Picto 極簡畫家。派對類嘅畫畫遊戲，同一般西西畫畫唔同，在於佢只可以畫圓形同埋直線，彎線咧係唔畫得嘅。按主題畫完咧就數翻總共用咗幾多筆畫，由用最少筆畫嘅人咧先俾猜題者估，估中的話畫圖有2分，猜題1分，估唔中就估下一幅。每人做猜題者2次之後咧，總分最高嘅玩家贏。畫畫嚟講，始終都係猜猜畫畫最歡樂。呢一隻咧一定只可以用直線同圓形線，我覺得某程度限制咗個人嘅創意啦，同埋用最少筆畫嚟俾人估先，估中可以直接飛下一題，有啲殘忍。其他玩家咁俾心機畫完都唔會有分，扼殺咗佢哋嘅努力，玩落冇預期歡樂啦。咁所以我覺得隻 game 體驗過就算啦。第3隻要介紹嘅係3摺不撈。呢隻遊戲名講得好清楚㗎啦，主題就係鬥快摺紙，摺3摺就要摺到佢卡牌上要求嘅圖案，然後放落塊鏡度。只要睇到一個同卡片一樣嘅完整圖案呢，就代表成功。因為我能力欠奉嘅關係呢，教學關都已經卡住咗，都唔使玩競速嘅模式。就算拎到 tips 之後勉強過關，唔忿氣繼續摺呢，又係摺極都摺唔到㗎。咁俾 tips 個棋友呢，成日都話好簡單，就係摺幾下啊嘛。咁接到呢步自然就會接到下一步啦，玩到我個頭10個問號。呢隻 game 咧令我回憶翻好多年前去補數，隔離啲同學走晒，自己就留堂喺度做啦。
而 N 年之後啊，就變咗我喺度接，但係接極都接唔到，好慘。雖然呢隻 game 唔啱我啦，但係大家咧有機會都可以體驗下，成功接出嚟嗰下咧，其實係幾有解謎嘅成功感，只係我從來接唔到出嚟啫。咁小遊戲嚟講呢個模式都幾特別嘅。後續我本住唔可以得我一個受傷害嘅關係咧，逼埋智障佢哋試啊！見到佢哋失敗咧，我覺得 I'm not alone 咧都好開心。但係同時咧，我再陪佢哋玩教學關咧，我竟然接唔翻啦，都好挫敗。到而家我都唔知個遊戲嘅巧妙位究竟喺邊度。之後3隻咧都係啲競速類嘅遊戲，咁第4隻就係 Magical Athlete， 一隻競速類嘅擲色運氣遊戲。玩法非常簡單，咁遊戲開始前呢，每位玩家輪流揀4個角色，然後大家揀一個角色作為呢輪去競賽，輪流擲色向前移動。每個角色都有獨特嘅技能，例如唔擲色數字直接當5、移形換影等技能。有被動技，亦有啲係由玩家選擇適當時候去發動。只有頭2名衝線嘅玩家有分計。咁第2場呢，就會將版圖變做 WoW 版。版圖嘅特點呢，都只係多咗啲陷阱位去棘低啲玩家。跌低咗嘅玩家呢，要等1 turn 先可以起身。4輪之後最高分嘅玩家贏。咁我覺得隻 game 啲畫風係好溝好靚，幾吸引人嘅。而玩法方面咧，就係不斷重複擲色移動啦，技巧就零㗎啦。咁主要都係靠運氣，純粹感受啲不可控嘅混亂情況。例如我拎咗個西西弗斯嘅技能咧，係開 game 前有4分，每擲到6咧就冇1分加翻去起點。技能好貼佢人物嘅特性啦。咁本身覺得擲6咧都唔係咁容易啊，點知我第一下已經擲到6啦。最後一輪結束嘅時候咧，我得翻1分。我玩3人局嘅，咁覺得啲角色技能得意，但係太少人關係咧就唔夠混亂同刺激。最有趣嘅角色，我覺得係條蕉嘅。開頭睇咧就話純粹路過佢嘅玩家會撲低，好似唔大殺傷力。點知嗰輪蕉人行得勁快啦，咁其他玩家係俾佢 keep 住咁棘低，無奈得嚟都幾好笑嘅。咁總之嚟講啦，隻 game 體驗過就算啦。米博 R 好有心機嘅，咁都帶嚟到短暫嘅歡樂時刻。不過單純擲色向前移動嘅玩法咧就略悶。咁第5隻要介紹嘅係 Hot Streak， 一隻競速派對向嘅遊戲啦。玩法非常簡單，總共要到3場賽事。開賽前呢，玩家按次序揀唔同嘅下注券，款式例如邊個可以拎到冠軍，或者一啲條件式問題估 yes or no。賽事結束嗰陣呢，就會拎翻相應嘅獎勵或者罰錢。然後每位玩家咧出一張卡放入牌堆，洗勻之後咧隨機移走3張，並逐一翻開發動卡上嘅效果，例如行前、掉頭、跑去隔離跑道等等。過程可能會導致某公仔撞低其他公仔，甚至撞出跑道導致 DQ。如果公仔喺跌低嘅情況再俾人撞，又會 DQ。用晒立卡咧就連埋頭先移走嗰3張，再放落牌堆入邊，重複洗勻同移走3張牌，直到分出勝負拎錢，開始下一場。3場過後最多錢嘅玩家贏。咁遊戲4隻 figure 同埋個卷軸式嘅棋盤好特別同埋吸引嘅，說明書都畫得好靚，好色彩繽紛啊！成個 package 可謂非常精緻，亦都係遊戲最大嘅噱頭。我玩3人局嘅，咁遊戲大部分嘅時間咧都係靠住堆卡牌自動咁推進，每人每場放1張卡入牌堆。可能人數少嘅關係咧，覺得對個結果影響好細，每次同自己預期咧都差唔多。而下注方面咧，都係每人拎2張牌咁樣啦，咁覺得個選擇唔夠自由同埋多樣化，感覺選擇好局限同埋單一。咁正因為佢無論係競速部分同埋落注部分咧，都冇咩特色嘅關係，過程又冇咩緊張感或者好多滑稽嘅畫面啦，所以我覺得隻 game 華而不實，體驗過就算啦。試想像下，如果4隻 figure 變咗做4隻普通嘅米寶，個玩法其實真係唔係咁有趣。競速同落注 game 嚟講啦，我最中意都係 Long Shot the Dice game， 因為容易學得嚟呢個落注選擇係多樣性啲，派對得嚟呢同個策略程度都好平衡，過程未到最後一刻呢都唔知邊個贏，好營造到嗰種緊張感。咁我記得幾年前呢，好似仲有隻 Ready Set Bet 都 hit 過一下啦，咁嗰隻都好有氣氛嘅，只係我覺得嗰隻太過 real time 啦，玩落我有種不如我直接開 app 買馬仲好嘅感覺。咁不過大家如果冇玩過呢，新年想揾啲遊戲炒熱氣氛都係個唔錯嘅選擇嚟。第6隻要介紹嘅係 Tornado Splash， 一隻競速派對向嘅遊戲，玩法好簡單嘅。咁開始前好似 Mario Kart 咁啦，揀架船，每架船咧都有各自嘅性能，例如速度快、轉彎弱、平衡型等等。由船身最輕嘅玩家開始遊戲。
每輪玩家可以放卡，即係鋪路同最多行格船3步。玩家有一次機會咧可以加速行4步。咁放卡嘅規則同砌圖差唔多噶啦，中線連住中線或者搭住自己某啲卡上面打斜嘅虛線。總之條路咧一定要由自己張卡延伸出嚟。當大家都行晒咧，就睇當前嘅排名，補翻名次相應嘅手牌上限。如果冇晒牌咧，就將離自己架船最遠嘅卡回收重用。基本上行一轉跑道一定唔夠牌用，後期一定會用翻最開始放落嘅牌。邊個最快衝終點咧就係贏家。呢隻 game 上年都 hit 過一排，咁之前都有聽眾建議過我玩，咁我終於體驗咗啦，都真係幾有趣同埋特別。遊戲設定好簡單嘅，咁就係得起點、終點同埋轉彎位。玩家點樣行係好自由，全憑自己去砌出嚟。呢個玩法咧，我覺得都幾有新鮮感嘅。開頭見到啲船唔同性能咧，不以為然，心諗咪都係咁鋪。但係一去到轉彎咧就明白啦。我架船咧主要係速度嘅，咁啲卡虛線位個斜度好細啦，而其他玩家嘅船型咧係擅長轉彎，個虛線幅度就會大啲。見到佢哋入內灣入得好靚啦，咁我自己就要兜大啲嘅圈，再靠直路去追翻，都真係幾呈現到佢啲船嘅特性。加上都好貼 theme 啦，船開得遠，自然啲浪花就會消失，所以玩法上唔夠卡咧就會收翻啲遠嘅卡。咁佢細細盒啲 artwork 配件又幾靚啦，玩法新鮮，而且過程都歡樂嘅，又容易學，好適合一家大細一齊玩。有機會咧，大家都可以喺呢個新年體驗下嘅。最後要介紹嘅係塞翁失馬，由香港設計師所設計嘅運氣向記憶類桌遊啦。玩法簡單嘅，咁遊戲玩3個回合，每人揀隻色代表自己啦。咁將自己色嘅馬卡同對應人數數量嘅黑馬洗勻，收10張馬嘅卡放喺版圖上面，並隨機抽3張分牌。再喺牌堆分發每位玩家3張馬卡同埋1張分牌。每回合有起步階段同埋衝刺嘅階段。起步階段嗰陣咧，玩家可以打一張規則卡取代外面嗰張，或者打一張馬卡。打嗰陣咧要清楚講俾所有玩家聽個馬名同埋顏色，再冚埋塞落版圖上嘅任意位置。根據塞落去嘅方向移動場上嘅所有牌，自然最邊緣隻馬咧就會俾人推出場外。然後可以選擇移動重磅標記去任意一隻馬度，用意咧就係保護嗰隻馬一定唔會俾人推出場外。當大家都打咗次牌咧，就會進入到衝刺嘅階段。玩家可以選擇繼續打牌或者 call end 進行結算。結算前咧，每位玩家同時打出一張老 best 卡依附落某一位玩家度，用意在於咧，只要被依附嘅玩家一有分嘅話，派卡個人都會拎到3分。最後根據分牌，只要自己隻馬喺分牌上指定嘅位置就有相應嘅分數。3回合之後咧，最高分嘅玩家贏。咁遊戲建議最適合人數係5至9人，我只係玩咗3人局，同佢最佳人數有差距嘅關係咧，個混亂度同變化自然少咗啲。馬嘅位置都唔算太難記，感覺考記憶嘅難度適合小朋友多啲。咁佢都適合新年玩嘅原因主要咧都係打牌嗰陣要講馬名，啲馬名咧都係身體健康啊、龍馬精神等等恭賀嘅説話。咁我諗都炒熱到氣氛。而路人局方面咧，我就揾咗智障同佢嘅朋友們試啦。咁佢哋 feedback 翻嚟就話隻 game 好容易理解啦，營造到新年嘅氣氛。不過咧會希望開 game 嗰陣點都有張自己識嘅牌喺台面或者手上，點都有一張自己識嘅牌。因為佢哋話咧玩完成輪都冇見過自己識嘅馬上場，俾對手們扣住晒。雖然都有地方拎分可以贏，但係就冇咩參與感。咁所以大家可以 house rules 改下啦。呢部分我冇試過，就唔再多評論啦。最後都多謝呢隻 game 嘅設計師好有心咁樣特登寄咗 demo 俾我哋試玩啊！咁希望佢繼續加油啦！試完之後都覺得值得支持下嘅。去年宵嘅朋友咧有興趣不妨去佢哋攤位睇下啦。咁1月篇嘅感想就大致分享到呢度啦。其實我仲有 Ada Stream 同 The Elder Scrolls 未講，咁睇下下集有冇時間講翻啦。因為最近新年都偏忙啊，同埋我想休息一下啦。咁思考下新一年頻道上或者生活上有冇咩計劃同埋新嘅嘗試。咁喺呢度預祝大家新年快樂，身體健康。咁多謝大家收聽先，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